你認唔認得我？再來一次，對不起。OK，三二一。你認唔認得我啊？我認得你，你同我小心啲。哇，很有霸氣，有一點很穩的感覺。好，那 Kelvin 就先說你第一句，韓順的第一句，對不對 ？OK， 來。咁多位阿 Sir， 揾夠未啊？好怕。OK， 王水的那一句呢？不同的角色啦。我翻去將你個 file delete 佢。Take two man。哦，那個怎麼講啊？那個我翻去將你個 file delete 咗佢。你成世做古惑仔，大家唔使煩啦。OK。我翻去將你個 file delete 咗佢，你成世做古惑仔，大家唔使煩啦。好，大東也有兩個很強的對手在前面咯。等下我可以，你再教我一下。3年啦，3年之後有3年，3年之後有3年，10年都嚟緊頭啦，老細。10年都嚟緊頭啦，老細。就是10年又來了，已經9年了嘛，對不對？下面不是還有一句什麼？你解決唔到，你解決，你下面那句，你解決唔到我嘅問題。你解決唔到我啲問題。我嘅工作就係要出賣身邊嘅人。我嘅工作就係出賣身邊嘅人。嘅人。這一句是他在見陳慧琳的時候。